过来消息来看，濒临死亡的海鸭寮白水狗哦，最近是红饼真侪塑胶粪扫伫内面。云林县环保局表示讲，已经请警方来调监视器，要来抓人，卖赶紧先把这粪扫清掉。 云林市湖乡海鸭寮白水沟内面，这2天互人乱倒废弃物，包含塑胶物件、包装袋啊，甚至是车轮啊，已经甲1/3的水道拢挡掉的。着村民烦恼讲，若准落雨，可能会造成大排塌掉的规个淹水起来。拜六暗做的翻来，伊咧袂排咧，环境有来嘛，环保署有来嘛，做会落啊哦，是啥呀？规落啊啥？ 总计无买烂，总计嘛买烂。啊，规个水拢塌掉呀！塌掉。市湖乡公所表示，海鸭寮白水沟公社桥附近，平常时也是真罕得有人行骹到，附近有农民出入，接到当地农民通报了后，赶紧报案协助调查，要调监视器来用车录人，也希望相关单位先把物件清掉。调迄监视器嘛，应该是有线索。 惊别队所有，阮会去出去巡哦。若无村民嘛，拢会通报入来。大量的塑胶混合废弃物，那现场没有查获行为人，目前就协请警方调阅监视系统查当中。 环保局表示，若准查到行为人会依照废清法上班。目前这堆废弃物因为伫咧水道内面，已经函请宽管单位来先甲清掉，避免塌掉的影响居民生活。买手若准有查到行为人，也会甲伊讨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